芈音，贱人！狄公主出嫁，你怎敢放肆？大王为后，替芈音做主。皇协拒婚，他跑了。此事当真？金华台里，太子穿着喜服，皇公子根本不见踪影。定是那芈月设此奸计，毒害婴儿。大王为后，千万不可放过这个芈月。芈月，告诉我，黄歇到底去哪里了？黄歇是在与芈音成婚的时候不见的，我怎能知道他的去向？好硬的一张嘴，给我拿下！是。母后，那黄歇被关在金华台多日，月妹妹日日与舒儿在一起。黄歇走了，去追那黄歇便是，怎怪在月妹妹身上？那黄公子定是被芈月迷惑了心窍，今日突然不见，定是与芈月早有预谋。你这桩婚事，黄公子本来就是不情不愿的，强按牛头喝水，得此结果也怨不得别人。舒儿，你给我闭嘴！我心里明镜似的，早就看出芈月跟你出嫁请我是不怀好意，你还替这个贱人说三道四，把芈月给我扣下！母后，今日是舒儿出嫁之日，一身祸福均系此刻。芈音哭闹搅场，母后又要扣下舒儿的陪嫁应试。假若一定如此，不嫁也罢了。舒儿，月妹妹不走，舒儿也不走。舒儿糊涂，母后这是为了你好。大王，吉时已到，若错过了时辰，与公主的姻缘不利。大王，这黄歇悔婚是小事，楚秦联姻才是大事。母后，眼下没有证据证明黄歇的出逃与芈月有关，以寡人之见，还是得过且过，即刻启程吧。这怎么可以？有何不可？若不是你强行把芈音许给黄歇，事情怎么会闹到如今这个地步？微后明鉴，若再不启程，就会错过了吉期。秦王那里在关外迎亲的人也是有时辰的。况且秦国迎亲使者手里有陪嫁应妾的名单，突然少了一人，恐怕会引起误会和猜忌。好了好了，启程启程启程！等等，舒儿，也许你眼下还不会明白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。你是娘亲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怎会害你？等你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儿，你便会明白做娘的一片苦心。母后，母后敬请放心，舒儿到了秦国，会擅自郑重的。往后山高路远，舒儿不能陪在母后身边尽孝，还望母后多加保重。吉时到，启程。哭闹真是丧气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拉下去！为后不可以放过那个贱人！受凉就咳嗽的毛病，记得添衣裳。
千万别受冻。放心，你和冉弟路上要保重，还有贵姑，不要太辛苦了。在宫里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你都要学会忍，千万要小心背后那个。只要熬到分封，有了你自己的立脚之地，一切就都好办了。等到分封之后，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都接回来。只是这一去，路途遥远，会有很多危险。还有我呢，谁要是敢欺负姐姐和魁姑，我就揍他。小冉是个男子汉了，遇到险境，我们会有办法的。眼下我们不得不分开，就是为了有一日，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团聚在一起。求到了，要不然到江边上船，天就要黑了。蓉蓉送姐姐出嫁。起来吧。保重。保重。走吧。襄城守将唐遂拜见舒公主。免礼。谢公主。这位是秦国的蒙敖将军，特来迎亲。外臣蒙敖拜见舒公主。蒙将军有礼。公主，行宫已经准备好了，请您先行歇息。明日，蒙敖将军会亲率人马为送亲队伍打前站，再由末将护送公主出关。出了襄城，就由蒙敖将军护送公主入秦了。有劳两位将军了。这是外臣应尽的职责。舒公主，请。岳公主，小心脚下。哎呀，终于到了。晌午才从船上下来，接着又坐车，这会儿觉得房子都在打晃呢。妹妹，你快坐吧。姐姐早生歇息吧，明日开始车马劳顿，只怕会更辛苦。妹妹，你也累坏了吧？那你也早点歇息吧。我就住在姐姐隔壁，有事喊我。嗯。这孩子累坏了，一沾枕头就睡着了。路上你一直照应我们，此刻还要做针线，让我来吧。不用，
你快把这碗绿豆汤喝了吧，我才熬的。是不是还有点烫？不是。明日就要离开楚国了，我这心里乱乱的。能顺顺当当的走到这儿，已经不容易了。虽说出了楚国，魏后的手就够不着了，但家也就此难回了。有亲人就有家，首先是要活着，只要能活下来，你娘亲和举姬就没有白死。等我们跟黄公子接上了头，就该将实情告诉舒公主，免得走得突然，让她伤心。姑姑说的是。谁啊？一位故人。我听你的声音陌生。你将门打开，便知道了。你谁啊？老夫没有猜错，应该就是你。可我不认识您。你是月公主，是那颗霸星。老伯，我没见过您。在下堂妹，襄城守将唐遂是在下的堂弟。16年前你还未出世，老夫就知道你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当年老夫夜观天象，发现霸星出世，4府变，6甲乱，主天下大变。我将此事报告给大王，说霸星将要降生到楚宫。大王当时高兴得很呢，没想到生下来的却是你这个女娃娃。于是老夫被剜去了双眼，流放到了边关。难怪从小父王就叫我霸星。你也知道自己是霸星？什么霸星？我芈月就是普通女子，与那帝王之说毫无干系。天命不可违，无男女之分，非人力所能更改。若是逆天而行，必受其祸。必受其祸？你是说这么多年，我们受苦受的还不够？你可知道，我和我周围的人就因为这霸星之说而受牵连。老夫只是一介星象之士，根据星辰变化记录言说。就因为你的胡言乱语，害得我娘命运多舛，害得我跟我弟弟从小被人欺负。我们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多事？为何要与我们过不去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好了好了，你走吧。你再不走，我要喊人了。晚了，走不了了。老伯，老伯。
这老夫算是用性命偿还你了。老伯，老伯，老伯。大胆狂徒，慢！他进去，咎由自取。月儿，姐姐，怎么了？唐将军，出什么事了？禀公主，2个大逆不道的小贼惊扰贵人们歇息。现末将已将其诛灭，望舒公主恕罪。堂妹老伯，可是唐将军的堂兄？不错。老伯仁义，替芈月挡了致命一剑，已经不行了。敢问公主，他人在何处？在我屋里。这门外不是有侍卫把守吗？怎么还能让外人进来？守门的侍卫均已被害。这院子外面应当还有巡逻的将士和值更的侍从，唐将军可知他们的去向？这……末将失职，明日一定仔细查处，严惩不贷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夜已深了，明日还要赶路呢。是。月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吓死我了！你没事就好。只是这刺客来得蹊跷，死的也蹊跷。我一定让人禀报大王，狠狠地处罚这些襄城守将。其实也怪不得他们，这襄城是秦楚交界之地，历来盗匪横行。今日之事，大约也是哪个毛贼被糊涂油蒙了心，闯错了地方。玳瑁姑姑好灵清啊，连这小小边城的事情都了然于胸。奴婢也是道听途说罢了。既然大家都没事，那就早点歇息吧。早点歇息吧。唐将军，你还是警醒点好。这下半夜要是再出什么差池，你我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。这是当然。你们这队人，给我在院子外面牢牢守住。要是再出半点差池，本将军绝不轻饶。是。
想了一夜，昨晚之事绝非意外。我心里有数，那堂妹突然上门，只怕就是好心来报信的。难道还是韦后？是他，也可能是别人。这可怎么是好？原以为一切都可以结束了，可现今，我只好盼着赶快到武关，到了那儿就有着落了。黄公子，少司命庇佑，月儿和我们能平安到武关城。公主，此处已是楚秦交界，末将只能护送公主至此。请公主擅自珍重，一路安泰。山高水长，还愿列祖列宗、大司命、少司命庇佑吾等，鬼祟不侵，一路安泰。有没有机会重返故国？彭姨把故国之土带在身上，也算是聊作安慰。是啊，谁是家乡好，月是故乡明。
主，公主，你还好吧？你怎么样？停车！停车！公主，太庙已定下吉时，咱们行程紧迫。末将知道，公主身子娇贵，可公主每日吃出早歇，走走停停，中间又是种种事故，照这个速度行进，怕是会延误婚期的。公主尊贵之躯，难以承受车马颠簸之苦，自然要多加休息。将军既奉秦王之令，遵令行保护之责即可，并非押送犯人。何时行，何时止，当由公主做主。及期如何，与你何干？放肆！你只不过是小小奴婢，竟敢对本将军无礼！不错，我是奴婢，但我是楚国公主的奴婢，不是将军的奴婢。既入秦界，要遵秦法，耽误了规定的行程，无论奴婢贵人，一律责罚不贷。将军息怒，秦王以礼聘楚，楚国以礼送驾，将军身为秦臣，该以礼护送。公主病倒，将军和属下必然滞留。将军若是能让公主歇息一个时辰，公主身体略好些，也可让车马加速行程。1个时辰？不行，只能歇半个时辰。谢将军。姐姐，喝口水吧。这水是必须喝的。荒原之中，水是救命的神仙。我怕喝下去，一会儿又吐出来。与其如此，不如不喝。姐姐，入秦多日，你不是吃不下东西，就是把吃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。若是这样下去，身体会吃不消的。公主受的苦你都看到了，且不说送来的膳食粗劣，用膳的时候竟然仍在行进中，人坐在马车里颠得七荤八素，还没吃一口就吐出来了，这哪里是迎亲啊，分明是折磨人。这里不是我们楚国王宫，身边也不是我们楚国臣子，荒郊野外，缺衣少食是难免的。千里迢迢，吃不下也得吃一些。身子是姐姐自己的，损伤了无人可抵偿。出嫁前只知道这一路曲折遥远，谁料会如此艰辛。还有那个蒙敖将军，更是可恶，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中。蒙敖将军是粗人，行武严整，只怕他有他的难处。再有难处，也该知道自己的身份。舒公主是王后，是主子。若在楚国，她如此叫嚣，脑袋早就搬家了。过2日就到武关了，再忍一忍吧。奴婢能忍，公主如何忍？一入秦地，就黄沙漫天，西风凄凉，稍一露头，身上嘴里全是沙子。这一路上，连个驿站都没有，晚上只能睡臭烘烘的羊毛帐篷。你问问公主，入秦的这些日子，公主有多少天没梳洗了？那段时间坐船，我以为会是最难熬，如今想来，就如同仙宫一样。既然出嫁没有退路，那姐姐只好想着，只要熬过这一关，往后就好了。如何之好？熬不过眼前，又哪来的往后？我真是想家，这一路越走越灰心，这般周折，真是让人……姐姐是想说，真有些后悔出嫁了吗？什么越走越灰心？明明是越走，与心上人越近才是。哪来的心上人啊？进入秦国这些日子，
姐姐可听说过秦国4塞？武关、函谷关、萧关、大散关。武关城是秦楚边塞第1城，秦王就是从这里出关，进入大楚，去向姐姐求亲的。妹妹提起秦王求亲，真是恍如隔世。到了武关就有驿站，站站相连，一路平坦大道直通咸阳。到那时，姐姐就可以好好歇息，调理身体啦。妹妹也想早早到武关，对吧？当然。夫妇
魏夫人辛苦了。大王，请饮何锦酒？礼毕。恭贺大王皇后。果然西北之地多豪迈之风。古人说，舞蹈的舞和勇武的武乃为同源。我今日见了，相信了。大王，姐姐听说楚人也有歌舞。寡人曾在郢都的祭祀大典上得以观赏，甚为优美。祭祀大典。对了，楚人好巫，歌舞都是装神扮鬼的。王后一看就是善舞之人，日后在大王身边，不知王后是扮神还是扮鬼呀？据我所知，秦人也是敬重鬼神的。楚人好巫，招魂驱鬼，祈福攘灾。但怕就怕有一种巫，扮人扮鬼，非神非鬼，平时装的清白无辜，一不留神他就会出来兴风作浪。魏夫人在秦宫多年，定见过这种巫吧？你越这么说，妾身可就摸不着头脑了。魏夫人聪明，慢慢想就知道啦。今日大王大婚，台下毛戈相向，台上唇枪舌剑，好不热闹啊！让姐姐看笑话了。秦人好武，只要不要把这比武变成比武就行。芈月只是想告诉大王，其实楚人与秦人一样善歌舞。秦国有武士之舞，楚国有女妓之蹈。既然殿上已经有了武士之舞，那就望大王允许，请楚女献上楚国的山鬼之舞。准。献山鬼之舞。大王，请用酒。小丫头，口舌伶俐啊。是，大王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；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舒儿，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楚国公主，而是我秦国王后。大王，这是你在秦国的身份，好好珍重。
大王恕罪，除了这玉玺，臣妾还有一物，看得更为珍重。是什么？是大王对臣妾的真心。舒儿贤惠美貌，寡人对你一见倾心。只是不知舒儿何时何地对寡人有意啊？其实那日在东市，歹人行凶，大王拔刀相助，臣妾便把心交给了大王。既然如此，寡人定不负你。你新入宫，本该住交房殿，但那里自先王后去世，已久无人居住，需要整修，所以暂且在清凉殿住一阵子。此刻，寡人有几句话你要记住。你是楚国娇养的公主，嫁到我秦国，却比不得楚国奢华。你身为王后，要为秦国女子的表率贤惠克己。你嫁到我秦国，便是秦国之人，要事事以秦国为重。你可能做到？夫君对我信任与倚重，我以重任，舒儿一定照夫君说的话去做。你刚到宫中，若有委屈，尽管告诉寡人，寡人定当为你做主。臣妾一来就掌管后宫，说不定会招人嫉恨。寡人最讨厌后宫妇人之间那些小肚鸡肠、狐媚妖宠、勾心斗角的事情。我的舒儿高雅脱俗，定不会像他们那些人一样，让他们知难而退就行了。臣妾一定照着大王说的话去做。从今以后，寡人就将后宫交给你了。秦国立国数百年，我的王后必是一个贤惠的王后。寡人淡漠色相，秦国的后宫一直都很清静。如今列国纷争，你死我活，朝堂上的事已经让寡人非常劳心。望舒儿能给寡人一个和睦的后宫，舒儿可能做到。臣妾定不让大王受后宫纷扰。寡人就知道没有娶错王后。芈月妹妹，咱们3个人这一夜就这么守着吗？嘘。身为应女，头3日依礼法，都得这么在室外守着。反正就这3日，3日之后就由玳瑁、珍珠等贴身侍女打理了。忍忍吧。要不然咱们轮班吧，一个人先靠着板壁打个盹儿，另一个就守着，等到下半夜咱们再换。好啊，那孟昭姐姐和芈月妹妹守前半夜，我守后半夜，如何啊？不用了，这前半夜都快过去了，景妹妹也没休息多久，就由你和芈月妹妹来守上半夜，下半夜由我来守吧。谁看不出你的心思？应女陪嫁守夜，不过是为着夫君兴致来了，可以随时释放。上半夜大王必是和王后欢好，到了下半夜，谁守夜谁得便宜。我看你就省省吧，咱们打个赌，这一夜我们3个都白守。大王是不会叫任何一个人进去服侍的。那可不一定。你说这话真不知羞耻。你才不知羞耻呢。
我只是堂堂正正把话说出来了，可不像有些人明明心里想要，却口不应心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既然你们都想守下半夜，那我来守上半夜，你们先歇息吧。哼。大王，大王您醒了。王后还在睡觉，别吵醒她。大王可要更衣洗漱？奴婢这就去叫人。不必了。母亲，大王，大王历来是4更习武，5更上阵。可这是大王大婚呢。芈月有所不知，大王又不是第1次大婚，过去也是这样。母亲，在。盾牌。没想到大剑也有这么好的身手。师傅跟着大王上阵多年，每日陪着大王习武，这么多年下来，多少也能有些功底。常年累月陪大王习武，真是不易。1年4季风雨无阻，倒也习惯了。哎，可眼下是夏季，若是到了冬季刮风下雪，4更起来，你们就更难了。这大王都不难，我们做下人的有何之难？老奴僭越了，无妨，再来。是。大王，母亲，更衣。是。大王的武艺真是炉火纯青，让臣妾大开眼界。大王真是有万夫不当之勇，静如处子，勇如猛虎。小丫头，王后还没醒，你该陪她多睡一会儿。是，大王。月儿，姐姐，姐姐，你
起来啦！妹妹，大王呢？大王去哪儿了？大王4更起床练剑，此刻去洗漱更衣了。那妹妹怎么不叫醒我啊？大王体贴，说让你多睡一会儿。来到咸阳，嫁入秦宫，按理说我该心满意足，但我心里却更是七上八下的。昨日本想与大王说及无关有人下毒之事，但显然大王不喜后宫有人明争暗斗，只好忍了下来。姐姐别急，以后日子还长着呢。唉，算了，不睡了。即使大王体贴我，但身为王后，更该服侍大王才是。你们快帮我洗漱更衣吧。是。大王，拜见大王，拜见大王，拜见大王。王后今日端庄秀美。大王，臣妾服侍大王用早膳。不必了，寡人还要去宣示殿处理政务。大婚3日不是免朝吗？寡人只是去处理政务，午时会与你一同用膳，之后要去宗庙祭祖，过1日还要在后宫接受朝贺。永香令过会儿会向你禀示。是。香儿、慧儿，拜见芈月。起来吧。谢芈月。这是葵姑，这是我弟弟魏冉。你们叫我小冉就行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就跟着我们了，无论好坏都是我们的人。我不会苛求你们，但也请你们自重。秦宫有秦宫的规矩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不懂之处，问葵姑便是。是。下去吧。姐姐，我出去玩了。好，别跑远了。哦。葵姑心里一定怪我。从楚国陪嫁过来的侍女还有不少，为何专挑这2个少不更事的来做贴身丫头？这次进秦宫，你定要选这个最偏远的小院子住。我由着你，你自小在宫里吃苦，不习惯人伺候，我也觉得人多口杂，手下够指派的就行。但这里是宫廷，你是楚国公主，身边人总该伶俐管用些。伶俐管用自然是好，忠厚老实更重要。年龄大的侍女都是被调教过的，这楚宫里面尔虞我诈，大约学会了不少。所以我挑人，只要一条，就是心里头干净。做事情拙，我可以教他，但做人拙，你是教不好的。说是朝贺新王后，但魏夫人他们肯定是有备而来。妹妹查了查，这前朝后宫简直就是魏国人的天下。魏夫人是先王后的妹妹，魏少氏又是魏夫人的族妹，大王的长子公子嬴华是魏夫人的独子，连那大良造公孙衍也是魏国人。妹妹，快把那些有封号的嫔妃都跟我说说。听说大王素不好色，宫中嫔妃不是先公所赐，就是与先王后大婚时的应女和各国送的美人。唐夫人资历最老，大王少年时就跟着大王了。大王登基之前与魏国联姻，魏夫人随着先王后嫁到了秦国。大王登基后不久，魏王又把樊少氏和魏少氏送给了大王。另外，魏良人、国美人分别是东周公和西周公所送，除了病故的和犯了宫规被夺了位分的，宫中有封号的也就这些了。
外人都传，眼下大王最宠爱的是樊少使和魏少使，樊少使也是刚刚有了身孕。这些人之中，也不知道他们对我们都是什么心思。眼下不管他们千条妙计，姐姐只守一定之规。赏赐的东西我有准备，姑姑，去把那东西拿来。是。珍珠。大鸡一对，手镯一对，簪钗一对，这些都是打算赏给魏夫人的。因为先王后去世后，魏夫人一直有掌管后宫之名，而且她的儿子嬴华又是大王的长子，所以赏赐之分也应当要重一些。这样不妥。眼下姐姐已经是秦国的新王后了，而魏夫人也已不再是主持后宫之人，她的东西若是比别人多，定会让人猜测姐姐对她有所倚重，更是有所畏惧。依我看，她的东西应当与别人一样，这样让仰仗她的那些人知道，如今后宫的主人已不再是魏夫人，同时可以让众人知晓，新王后对大家一视同仁。就照你说的办。珍珠，按照赏赐的人数到我的嫁妆中挑选出来，一人一份，全都一样。是。唉，大婚当日，魏夫人话里话外都颇为挑衅，算是公开与我为敌。但其他人，我心里无数。听说那个国美人艳冠后宫，当年入宫3日，就被大王封为了美人。宫中永远不缺美人，姐姐不必惧她，倒可以好好安慰她。至于那些相貌平平、头脑却不平平的人，姐姐倒是要好好留意。臣妾拜见新王后。各位姐姐免礼。谢王后。臣妾恭迎新王后入殿。这交房殿雄宏巍峨，但这陈设未免过于简朴了。这殿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当年我姐姐先王后亲手安顿的。我姐姐就是先王后去了以后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她在世时的摆设，丝毫没有改变。就连每日熏的香都是她最喜欢的千蕊香。今日新王后在这儿，臣妾恍惚觉得我姐姐并没有离去。据说当年我姐姐出入宫受朝拜，穿的也是同样的敌衣，站在同样的位置上。唉，真是物是人非，让人唏嘘不已呀。魏夫人定是糊涂了。今日本该魏夫人带领后宫众人朝拜新王后，但魏夫人好像打算带着众人祭祀你那过世的姐姐。哎呦，罪过罪过！芈月不提醒，臣妾还真是差点忘了自己的本分，竟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了。这时辰是该臣妾率众姐妹拜见新王后了。那好，今日初见几位姐姐，不知该如何称呼。
魏夫人昔日主持后宫，那就由你来引荐吧。臣妾魏氏拜见王后。王后应该是知道的，我与先王后是一母同胞。大王恩赐，册封夫人，生公子华。这位是唐夫人，在后宫之中，唐夫人的资历最高。唐夫人是唐国之后，公子焕之母。大王还是太子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服侍大王了。拜见王后。唐夫人免礼。谢王后。这是魏良人。拜见王后。免礼。早就听说魏良人才华昭昭，多谢王后。王后，这是国美人。拜见王后。免礼。谢王后。我知道国美人，美艳倾国。王后谬赞。这位是樊氏，魏国人，封少氏。樊少使，快免礼。你既然有身孕，从今以后见到我，不必再那么多繁文缛节的。谢王后。这位是我的族妹，魏少使。拜见王后。免礼。谢王后。魏国果然出美人。好了，这是我的几个妹妹，也来见过各位姐姐。这是芈月，是我同父的妹妹。王后的亲妹子才是人才出众呢，我们姐妹都领教过了。这是孟昭氏，是楚国令尹昭阳的亲侄女儿。这是景氏，她的族兄就是景差。景差善赋，列国皆知。玳瑁姑姑，把东西端上来。是。今日与众姐妹初次见面，美人姬钗一对，镯子一对，簪耳一副，锦缎2匹，朱公子书简一卷，笔墨刀砚一副。谢王后。谢王后赏赐，只是魏夫人和我们众姐妹的赏赐一样多，实在是不妥。有何不妥？王后初来乍到，恐怕不太清楚这其中的缘由。魏夫人主持后宫多年，不管是先王后在世时，还是大王平日里赏赐，魏姐姐都和我们众姐妹绝非一样。那照着魏少使的心思，这赏赐的该多了，还是该少了？这多少，当然是由大王和王后随意。这话就对了，多与少都是大王和王后随意，而不是别人讨要的。所以，今日的见面礼，没什么不妥的。王后与众姐妹寒暄多时，一定口渴了。来人，敬茶。哟，王后怎么不喝呀？
你看这茶，细秀如眉，状似兰花，色泽清脆鲜润，白毫满披。这可是茶中的极品，是大王赐给臣妾的好茶。王后不喜茶水过烫，何况好茶要配好茶具才妥当。芈月当心，这是先王后最喜欢的茶碗，就剩下这么一对了。哎呀，芈月，这可是先王后的遗物，芈月此举冒犯故人，大为不敬。既然是先王后的遗物，那你们应当好好收藏供奉才是。随意端上这茶碗给新王后敬茶，看来是你们不敬在先。先王后亲切和善，谦逊有礼，让我们众姐妹无论何时总忍不住睹物思人。又加之今日新王后接受后宫朝贺，姐妹们是希望新王后在后宫之中成为众人表率，恭谨谦和，不输给先王后。先王后左右逢源自然是好，但作为后宫楷模，新王后不但要待人一团和气，还要守正不阿，不然是非混淆，黑白不分，这后宫岂不乱套了？你这是指责先王后是非不分，黑白不辨了？我的意思是，行事个人有个人的气魄。你只是个应试陪嫁，无名无分，怎么如此这般放肆？芈月说的话就是我的意思。魏夫人是要与我论名分吗？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觉得这是先王后留下的遗物，就这么损坏了，只怕得有个说法。既然是遗物，就不该拿出来随便乱用。所以说，还是魏夫人不够真爱。从今日起，这交房殿里里外外所有先王后的旧物，都送到先王后的2位卫士妹妹们房中去，让人摆放整齐，设炉焚香，以方便2位姐姐每日睹物思人。至于这空置下来的交房殿该如何布置，我另有打算。今日交房殿好热闹啊！拜见大王。大王，寡人知道今日你们姐妹相见，看起来你们都相处得很和睦。大王，各位姐妹都颇为热诚，让臣妾感动不已。如此，寡人就放心了。大王，2位卫士姐姐向臣妾述说了他们对先王后的思念之情，臣妾想请大王恩准，将这交房殿先王后所遗留下来的东西，都赐给2位姐姐保管。这交房殿久无人居，臣妾想重新整修布置一番，也让大王看个新鲜。你是寡人的王后，这些许小事，你自己做主便是。是，大王这么说，臣妾就安心了。妹妹真是令我刮目相看。今日若不是靠妹妹的才智，很难打下魏氏姐妹的气焰。其实她们并不惧怕我一个小小应试，能让她们低头的，还不是因为姐姐的位分。大王想要一个清静的后宫，我也并非妒忌之人，容不得大王与别的女人亲近。我只是厌恶那些想要算计我的人罢了。倘若魏氏姐妹真能看在我的位分上夹起尾巴做人，我也会放她们一马的。只怕难遂姐姐心愿，她们想要的永远比姐姐能给的多。妹妹看到魏夫人脸色了没有？白了又青的。魏夫人在后宫经营这么多年，今日大约也是轻视了姐姐，才会措手不及。以后日子还长着呢。我一想到交房殿大小物件都要搬到魏夫人和魏少使的殿中去，我就忍不住想笑。永香莲给我列了个清单，大小物件有上百件呢，车子运过去得好大一堆。魏夫人和她的族妹妹，面对他们谦逊有礼的先王后，大约要好好哭一场才是。姐姐的法子果真有用。我打算过几日再去他们房中查一查，
假若少一件东西都不依他们，他们若敢不把那些废物当宝贝供起来，我定要治他们一个大不敬之罪。只是光出一口恶气还不够，还需要细心找出他们陷害姐姐的证据，才能向大王出手，铲除祸根，不留后患。妹妹，姐姐还有一个心思。环顾着秦宫，色彩沉闷，布置单调，说好听了是朴实无华，说不好听是熬青手淡。姐姐想，也让这秦宫缤纷绚丽，有一点新气象。对，那姐姐不妨把楚国带来的丝绸锦缎给各宫的嫔妃们送些过去，再让宫里的缝纫绣娘给他们和他们的应试，以及他们身边的宫女们多做些新装。另外，既然姐姐要重新修整交房殿，那不如里里外外都按照姐姐喜好的楚风来陈设，让人耳目一新，有另一番天地。哼，别提了，这里简直就是魏夫人的天下。你看各宫嫔妃在魏夫人面前低眉顺眼，曲意奉承的样子。魏夫人也是依仗先王后的威风欺负人惯了，她的势力虽盘根错节，但也并非牢不可破。宫中的嫔妃都是来自诸国，各有各的厉害，各有各的心思。看模样，唐夫人应当是个老实人，魏良人虽眉眼精明，但言语却谨慎小心。姐姐，何不借着这些锦缎丝绸与他们多走动走动？妹妹说的有道理。王后，大王他一会儿就要来了。知道了。姐姐，那妹妹先走了。妹妹，我还有事要问你。你真的不愿意服侍大王？姐姐一定知道，庄子曾经说过一个故事。楚国有一只神龟，已死3000年。楚王以锦缎竹匣藏神龟于庙堂之上。你说对于这只神龟来讲，它是宁愿死后留下骨头让人珍藏，还是宁愿快乐地活在烂泥里？妹妹胸无大志，只想做一只泥土中的乌龟。望姐姐允许，3年之后，让我带着葵姑和小冉离开秦宫。人各有志，不可勉强。只是妹妹明珠暗投了。姐姐快些梳洗打扮吧，我先告退了。嗯。